好，今日喺呢個日本東京足立區，足立區嘅花火會話呢幾年都搞唔成啊，因為個天氣嘅關係啊，不可抗力因素啊，呢度都有天氣關係啫，就搞唔到。哇！花火狗喎呢啲，5月30啊，影住呢個。臨尾呢5分鐘盡爆啊！人生都應該要點都過嚟感受下，萬人空巷啊！呢度感受下呢個花火。呢個芳村河畔話周圍都係人啊，啲車塞到咧，塞到唔喐噶啦。芳村河畔有 Lisa 有音樂啊，側邊啲 VIP 區位。呢幾年都係因為個天氣關係冇舉行到啊，所以今年特別多人。1個鐘頭嘅13000發嘅呢個煙花，1個鐘頭之後13000發都好犀利啊！哦，滴滴金啊，滴滴金啊，哦，落雨啊！すごい、すごい。すごい、すごい。おー、すげえ。最高。收 key 啊，唔講得少喎，收 key 呢幾下。哇！打到嚟咁樣，點啊？第3次世界大戰咁啊！俾啲力，再俾啲力，吸力，繼續俾啲力，去盡啲，去盡啲，勁啊！唔好俾佢。足立花火會第3次世界大戰。やばい、最高、すごい。